2026年1月29號11點12點啊，筲箕灣嘉興10蚊4件啊！我上次買都10蚊3件，蝕咗。今次買呢個另外一個味花生朱古力，跟住買呢個7蚊花生威化加頓嘅12個半喎，雀巢 OK 喎，買兩個。26年6月尾 OK， 12蚊啊！蠔油啊，海天蠔油啊，試下先。有啊，有貨啊，蝦子麵啊，有個盒蠔肉20蚊咋，食過啊之前買38蚊2樽，大裝抵啊，買上癮啊，購物上癮啊，購物上癮啊！嗱，一買咗132，咁全部都係食啦，2盒蝦子麵啦，2盒奶啦，2樽蒜蓉啦，呢個餅啦，蠔油啦，餅啦，購物上癮你使唔使戒啊？梗係唔使戒啦，你肯消費佢有糧出噶嘛，啲人交到稅，做咩會教你戒癮啊？戒都係戒嗰啲佢咪冇稅收嗰啲啦，傻啊你！